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知影大家敢有看斯卡罗？这是一个咧讲过去伫台湾本岛龙角地区的封建政权斯卡罗的故事，内底有用台语、客语、台湾语、华语，也阁有英语来做演出，真正是有够丰富的啦。我咧看这出戏的时阵，发现内底有真侪台湾的旧地名，所以我今仔日咧就是要来教大家台湾县市的台语甲因的旧名，安尼大家后摆看这出斯卡罗的时阵呢，就会当知影因讲的拢是虾米所在啊。娃娃 TV， 咱先为台湾上北部开始讲起，上北部的城市咧是基隆市。基隆市，基隆的旧名是基隆，是关家的人啊的这个基隆。基隆这个名由来有两种讲法，一种呢是讲因为基隆山生了甲关家的人啊足成的，所以就号做基隆。另外一个讲法呢是讲因为遐因阵是住凯达格兰的平埔族，所以取伊的起音 K 甲尾音兰就变做基隆啊。好，基隆市刷落来咧是台湾的首都台北市。台北市，台北的旧名是大干仔，这是为原本住伫遐的平埔族凯达格兰族的族语“干仔”来的。干仔的意思咧是淡水地的意思。好，后一个咧是新北市。新北市，新北市的旧名是台北县。郑成功来台湾的时阵设立一府两县，即卖新北市就是因阵的北路天兴县，后来夹伫咧台湾府的朱罗县内底，佮后来咧是属于淡水县的一部分。1875年的时阵才设立台北府，即卖新北市就是包括伫咧台北府内底。日本时代时阵呢，才有台北县的出现。2010年才将台北县改做新北市。好，新北市的下骹咧是桃园市。桃园市，桃园的旧名咧号做桃仔园，因为遐因阵种足侪桃仔树的，所以大家就拢叫遐桃仔园啊。好，佮刷落来咧是承德县甲承德市。承德县、承德市，承德的旧名咧号做德赞。因为遐原本是平埔族德赞社的所在，所以就号做德赞。后来清朝的时阵才改做承德，意思是德赞重新设立，所以就号做承德。好，承德的下骹咧是苗栗县。苗栗县，苗栗的旧名咧号做麻里，因为遐原本是平埔族麻里社的所在，所以就号做麻里。好。过来咧是台中市。台中市，以我查到的资料来讲，台中的旧名应该是号做台墩，因为伫早期还未开发的时阵，迄个地区四界拢是淡水地，毋过其中有一个所在有一座山仑，山仑顶悬有一个铺起来的所在咧，就号做墩，所以大家就叫遐台墩啊。好，台中的下骹咧是彰化县。彰化县，彰化的旧名咧号做半线，因为遐原本是平埔族半线社的所在，所以就号做半线。后来伫清朝的时阵，因取显彰风化内底的彰甲化，甲夹做伙，就变做即卖的彰化。好，彰化下骹咧是云林县。云林县，云林的旧名是斗六门，因为遐原本是平埔族斗六门社的所在，所以就叫做斗六门啊。好，刷来是台湾位的内地南投县。南投县，南投伊无旧名，南投这个名是为因阵住伫遐的平埔族南投社的名来的，自因早就用到即嘛。好，过来咧是嘉义市甲嘉义县。嘉义市，嘉义县，嘉义的旧名是朱罗山，因为遐原本是平埔族朱罗山社的所在，所以就号做朱罗山。好，过来咧是台南市。台
台南市。台南因阵是台湾的首府，伫地仙公统治台湾的时阵叫做新天府，后来清朝的时阵改做台湾府，所以嘛有人叫台南府城。后来首府搬去台北了后，就甲台南改做台南府啊。伫思考路第一集甲第二集内底，因讲的台湾府甲府城，就是咧讲台南啦，毋是台北哦。好啊，台南的下骹咧是我的故乡高雄市。高雄市，高雄的旧名咧是打狗，因为遐原本是白木族打狗社的所在，所以就叫做打狗。后来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日本人就甲发音变做日本略发的塔口，写做汉字就是即卖的高雄啊。好啊，高雄的下骹咧是屏东县。屏东县，屏东的旧名咧是阿猴，因为遐原本是北部族阿猴社的所在，所以就叫做阿猴。后来伫民国9年的时阵，因为即个所在是伫咧半冰山的东边，所以就甲阿猴改做屏东啊。啊，思考路内底一直咧讲的龙角咧，就是即马屏东的恒春。啊，因伫内底咧，阁有讲到凤港甲下淡水。凤港咧，就是即卖屏东的房山；啊，下淡水就是即卖屏东的万丹乡高屏溪遐。高屏溪因阵咧，就是号做下淡水溪。好，刷落来咱转为东部这边的台东县。台东县，台东的旧名咧是宝松庄，这是为原本住伫遐的卑南族宝松社的音翻译来。后来清朝的时阵，政府伫遐设立卑南厅，所以迄个所在就互人叫做卑南。另外，台东的岛屿就是咱即马讲的绿岛，伊因阵的叫做火烧岛，嘛有人叫伊鸡心树、甲青仔树。啊，另外一个岛屿人武咧，因阵叫做红头树，也是红豆树。好，啊，台东的顶悬咧是花莲县。花莲县，有人讲花莲，嘛有人讲花莲。啊，花莲较早旧名咧有基来甲中澳。基来是用原本住伫遐的原住民萨吉拉亚族的族名来号的。啊，中澳咧是阿美族族语“狗”的意思。迄个时阵，阿美族的人看泰鲁格族的人骹手足猛，敢若狗共款，所以就用中澳来称呼因。后来汉人来了后咧，叫是这是地名，就安尼用落来啊。啊，后来漳州人到花莲溪口的时阵，看到溪水流落去海的时阵，甲海涌拍做伙出现的伊口甲的时阵，就用河洛话讲出花莲，所以这个所在就变做花莲啊。啊，过来咧，因阁甲花莲这两字咧，阁改做共音的花莲。啊，因为花这字伫河洛话内底是属音的读法，所以泉州人到花莲的时阵咧，就改做河洛话正确的念法花，所以就变做花莲啊。伫思考路第二集内底就有讲到花莲，这个花莲就是即卖的花莲啦。好，啊，过来花莲的顶悬咧，就是宜兰县。宜兰县，宜兰的旧名咧是噶玛兰。嘛有人讲哈巴兰，这个名拢是为原本就住伫遐的原住民噶瓦兰族的族名翻译来，所以就叫做噶瓦兰啊。伫思考路第二集内底，阿杰就互人要求爱讲伊是为噶瓦兰来的。好，啊，佮刷落来咧是外岛连江县。连江县，连江县咧就是咱即马讲的马祖啦。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因阵有一位住伫咧福建梅州的孝女林月娘，就是人即马讲的妈祖，因为要救家己跋落海的阿爸甲阿兄，家己煞来淹死。啊，伊的大体互海冲到附近的一个小岛，就是即马的妈祖，互遐渔民浮起来，种伫咧海岸边。啊，梅州的乡亲因为一直拢找无妈祖，就号做伊已经变做神仙啊，所以就伫梅州起一个妈祖庙来纪念伊。啊，妈祖人认为妈祖就种伫咧妈祖，所以就起庙来服侍，所以这个岛咧就互人叫做妈祖岛，后来才改做妈祖。好，另外一个外岛是金门县。金门县，
金门的古名咧有足侪种的，有叫做梧州、仙洲、梧江、梧岛、梧海、甲苍梧。较早伫明朝的时阵，有一位武将来到金门屯兵建城，抵抗着迄当阵的土匪海贼。伊建造的城池咧，就互人称为国六金汤，香定海门。后来人就取即句内底的金甲门，就变做即卖的金门啊。好，上尾一个外岛咧，嘛算是我半个故乡平湖县。平湖县。阮阿公阿爸拢是平湖人，所以我嘛算是半个平湖人啊。平湖的古名咧，叫做平湖，因为伫平湖本岛的迄个海域内底，海足平静的，敢若湖共款，所以人就叫遐平湖。后来才改做平湖。伫斯卡罗第一集内底，因就是甲平湖来的船长买货的。好，以上就是台湾的县市甲岛屿的古名，甲因的台语讲法。其实大家应该拢有发现，有足侪名拢是汉人到台湾了后，才将原住民的名，也是因的族语用台语的方式讲出来好的名。后来出现的名咧，嘛大部分拢是用台语的思考方式来改的名。虽然思考路即马敢若有2集尔，毋过嘛已经讲到介侪地名，相信以后咧应该会有搁较侪地名出现。到时阵大家应该就会知影因内底所讲的地名咧是倒位啊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今仔日的介绍，我是 Lisa。今仔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咧，欢迎把起赞歌来分享出去。还未订阅关注朋友咧，嘛会袂记我起只订阅咧，给破费啊小铃铛，安尼看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会袂记Lisa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嘛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